俾佢。請開燈，請開燈。Matthew 係一個人孤孤單單咁樣喺街上面行，市面上面有好多人好開心咁樣過緊聖誕節，佢哋一路講 Happy New Year。寂寞嘅 Matthew 見到佢哋就好唔高興，因為佢一個人對住佢哋藐嘴藐舌，甚至乎喺度講有咩咁開心？每年都有聖誕節㗎啦，都唔明白點解有聖誕節。我真係唔好明，有咩咁好咁開心要慶祝 ？Matthew 覺得好寂寞，因為得返佢一個人。去望下啲燈飾，突然之間有一個人喺後邊咁樣慢慢走埋去身邊，唔知做咩事。佢裝下裝，原來見到 Matthew 個袋啊，佢好想要個袋啊，於是乎就扯走，點知 Matthew 唔俾佢攞啊！喺個拉扯嘅之間，呢個賊人突然之間掹出一把。你唔放手啦嘛！哇！我未見到咁大把刀 ，Matthew 梗係驚啦，嚇親。於是乎就成功搶走袋 ，Matthew 唔甘心啊，佢翻轉頭追佢啊！俾翻嗰把刀啊！俾翻袋我！跟住你。最後 Matthew 個袋俾個賊人搶走咗。喺呢個聖誕節，佢冇咗個袋，好唔開心，坐咗喺度。Matthew 喺度諗，聖誕節自己一個人，頭先見到人哋開開心心，我孤零零一個，我對住佢哋頭先藐嘴藐舌都係唔啱嘅，但係頭先個賊人搶我啲嘢，佢都唔啱。點解人性咁醜惡嘅咧 ？Matthew 起身，好無奈咁樣走咗去。喺呢個時候，天堂嘅上帝慢慢咁樣睇住呢個世界，見到人做咗好多壞事，佢睇住個心就好傷心，佢低頭喺度沉思，天使就出現咗啦。恩恩天使是事，我而家就派你落去人世間，幫我觀察下發生咗咩事，之後你再返嚟同我匯報。Yes, sir。去啦，拜拜。有一位小朋友，佢好可愛咁樣蹦蹦跳跳咁樣喺街上邊行。哇！好多錢啊！執唔執好咧？可以執，但係要交俾警察。怕乜嘢啫？你執咗佢，咁嘅話，你咪可以攞到你最想要嘅嗰條裙㗎咯。唔得啊！你要誠實啊！啲錢可能有人俾重要嘅用途，你攞咗嘅話，咁佢咪冇咯。你執咗佢，你就可以買你想要嘅裙，俾你自己過聖誕用㗎咯。我覺得誠實最重要，咁我就執俾警察啦。哈哈，我贏咗。
錢用嚟做咩呢？咦，有個老人院，有個 BB 養嘅老人家嘅，有個後生嘅人嘅。哇！你咁多錢嘅，俾啲我好冇啊？我等住去做手術啊！你要錢？我好介意，除非你求我啊！俾啲錢我啦，可以教我啦，好慘啊！要錢？呢你實在太過分啦！你雖然好有錢，又肯資助佢做手術，但係咁樣嘅態度實在太過分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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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各位同學，而家係數學考試，而家係10點鐘，考試會有30分鐘，考試10點半就會收卷，考試開始。開始啦！咦，我唔記得咗啲公式啊！咦，我好似有張貓紙喺我褲袋度喎。應唔應該攞出嚟呢？咁樣就當作弊喎。睇下啫嘛，老師邊有咁容易發現啫？佢都行開咗啦。唔可以咁樣做㗎，咁樣唔誠實㗎。睇下啫嘛，邊有咁容易出事啫？唔得啊，作弊係唔啱㗎。你要做一個誠實、正直同埋善良嘅人。你講得啱，我而家就攞張貓紙出嚟先。點解中文字嘅？我又輸咗啦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天使佢返去天堂嗰度，同上帝匯報今日人類種種嘅惡行。天使聽完之後，上帝知道之後，佢就好憂愁啦。我愛世人，喺2000幾年前，我已經差派我嘅愛子耶穌基督嚟到世上拯救所有嘅罪人。世人啊，你哋而家仍然需要我嘅愛子耶穌基督嘅救恩，所以而家我要興起我所有嘅門徒，係我嘅門徒，請你舉起你嘅手。我要興起你哋，我要興起我嘅門徒，請你舉起你嘅手。在場嘅人，我哋要去傳福音。夠用嘅話，請你企起身。我哋傳福音。救命啊！Eddie 牧師喺呢個時候同 Matthew 睇緊聖經，佢哋翻開聖經睇緊上帝點樣差派耶穌嚟到呢個世上，佢哋傾緊點解會有聖誕節。聖誕節嘅主角係邊個嚟嘅呢？ Matthew， 嗱你睇下呢度咯喎，約翰福音3章16節，聖經咁樣講到，上帝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
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我終於明白點解每年都有聖誕節啦！原來因為上帝為我哋所差派佢嘅兒子耶穌基督來到世上拯救我哋。感謝主，真係感謝主。呢個時候，我哋一齊嘅唱呢一首詩歌《誰是主角》。如果在場嘅各位來賓你都識唱嘅話，都歡迎你一齊嚟唱呢首詩歌。誰是主角？好，我哋識唱，我哋一齊唱喎。在這燈色璀璨都市中，耀眼燈色光似千串夢，仍是滿處夢裏的景緻，晚空裏飄送。誰是這節日裏的主角？你懂不懂？萬條歌聲渲染都市中，沒有一首可以稱與眾。旋律佈滿笑的音韻，晚空裏飄送。誰是這節日裏的主角？誰又會講？他身穿紅衣，還是身穿粗衣下布？他靜靜降生人世，還是以雪車播報？他的聲流走，還是應許一生懷抱？他賜予那千萬億，還是賜予中一點到老？身穿紅衣，還是身穿粗衣麻布？他靜靜降生人世，還是以雪車到步？他的聲流走，還是應許一生懷抱？他千萬億，還是賜予中一點到老。聖